台北县有一家武术馆，专门传授广东少林武功跟洪拳，许多年轻学子纷纷上门学习打拳以及舞弄狮头。小小年纪耍起关刀来，一点都不逊色。这3位小朋友打起鹤拳来，架势十足。武馆里播放黄飞鸿电影主题曲，大伙儿听了使出浑身解数，用力练拳。少林洪拳哈，在广东一带、梅县一带传过来啊，所以讲对俺的客家哈都有息息相关啊。舞龙舞狮也是少林拳中的重头戏，想要灵活的舞动这个狮头，可得练上3年功夫。龙族的以前呢，一天要先练个武术功夫啊，少林武术有练好的话，龙族的弄起来哈，那么个生动啊，那个发盘啊，那么好看。馆长说，练了一身的好功夫，除了是为了要健身和防身外，主要的目的是要将广东少林武功和洪拳继续传承下去，历久不衰。民视新闻徐新全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新竹县湖口乡有一位范清海老先生，从20岁开始就做手工乐器，50年下来，亲手制作了将近800只弦子。一把生硬的胡琴，在范老先生熟练的指法下，谱出了扣人心弦的琴声。范老先生不仅拉了一手好琴，他还是制作胡琴的高手。当初是只哑巴，头摆要去琴校教来设计的弦啊。我教来以前就想讲，我这个教行个忙这个书也卡到了，做，啊，那紧好，来紧加，啊，做成功。这样专注的模样，凭着一股热情，50年下来，范老先生到目前为止总共做了700多只的胡琴。3个是2种什么？2什么？2弦。还2种系话，来副弦。这些传统乐器在客家歌谣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可惜年轻人不爱这种单调的表现方式，也不愿意去学习，让这项传统技艺就快要失传了。民视新闻叶新凯新竹报道。南机场这个地方是台北市少数的客家庄之一，有一位在当地住了40年的居民罗妈妈，在中华路上开了一家传统的杂货店，店里面的摆设充满了浓浓的客家味。走进这家杂货店，一间拥有60年代特有的商店映入眼帘。传统的磅秤伴随着现代的商品，这种贩卖新旧货品的杂货店是罗妈妈一生的心血。插貨店啊，種都有啦。個插貨每樣都有啦，係啊，大樣東西都有啦，不然方便啦。蘿蔔絲这个客家传统酱菜在这里还可以買得到。罗妈妈说，40年来，这家杂货店卖的不仅是民生用品，还是街坊鄰居談天說地的集散地。你仲乜嘅叫咩談戲出談啊？乜嘅話咩講？乜嘅事情咩講？人家講許多工人哦，就乜嘅事情哦，將來就見講哦，哈。这里是南機場中情里，像罗媽媽這樣道地的客家人其實不算少，因為6000多名的居民里，其中有1/3都是客家人。這樣的客家族群在台北都會地區形成了獨特的客家風情。民視新聞徐新全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不应该。